以上嘅問題咧，其實可以處理得可以圓滑些少嘅。上個月嘅7月1號啊，有記者訪問啦，尤其是要代表《蘋果日報》個記者，已經係做到街知巷聞，尤其是俾一些低能嘅警方嘅管理層咧，管治低能嘅下屬，更加咩累鬥累。所以小弟嘅意見就係、依次警方所做嘅方法，其實可以有一個對香港特區新聞記者傳媒咧，係一種叫探熱針效應。即係簡單啲講句就係投石問路，做俾國家領導人睇，或者做俾全世界嘅人民睇、政府睇，話俾人知，睇下佢對香港嘅未來發展有幾關心。所以小弟啊，認為啊，今次嘅事件咧，香港人應該去爭氣。爭氣做咩？監察同埋幫助梁振英在未來施政上。如果未來梁振英做得好嘅，我哋支持；如果未來梁振英做得唔好嘅，我哋應該有時給予一個糾正同埋批評嘅機會。作為一個特區最高領導人咧，EQ 好重要，何況平衡香港新聞傳媒與外國使節嘅訪問關係，更加係任重道遠。何況我哋香港背後國家領導人呢，扣留記者唔好講，再講埋今次嘅有關於公民教育小冊子所出嘅問題，連教育處長都覺得有問題嘅。何況今次扣留記者事件呢，都教壞咗香港嘅學生，認為批評就係錯嘅。咁我哋香港未來仲有希望咩？何況我哋背靠祖國，幫助祖國發展，政治、經濟、民生，有啲乎人與人之間責任都互相成、互相提點。所以認為今次嘅扣留記者事件呢，係一件好事，亦都係警惕國家領導人，警惕特區政府，告訴他們：請你們呢，要學識包容香港傳媒，接納別人嘅意見，去改進香港未來特區施政同埋與祖國關係。何況之前梁振英我講過就係，佢在英國讀書，曾經同李光耀啊會面嗰陣時都討論過，為什麼新加坡要實行家長式統治？如果佢當年李光耀打個比喻就係一碗粥，若然呢，有4個人但係得3個人食晒啊，其餘呢四分一啊，可以給予別人咧餵飽，呢鍋粥冇嘥啊。但係一鍋粥給一個人食晒嘅話，其他別人冇得食嘅話，別人冇力為你工作。所以我覺得啊，梁振英呢係可以吸納或吸取新加坡過去嘅管治模式嘅優點，但是新加坡嘅地緣位置同香港唔同。香港最少面積大過新加坡，縱使我哋未來開發大嶼山、深圳啊，或者上水啊，甚至乎羅湖河套區附近嘅商廈工地發展嚟幫助香港帶動就業、進修，甚至乎係旅遊業嘅發展機會。多謝各位。